咱來看國際新聞，這聯合國一個調查的獨立調查委員會23日發布報告指出，講以色列當局和安全部隊在2023年底爆發以下戰爭內面，挑工把巴勒斯坦的囡仔列作是攻擊目標，指出以色列在加薩就犯着種族滅絕、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報告也顯示，講這2年過加薩死亡人數大約有3成是囡仔。不過，這份報告也和以色列駐日內瓦的代表批評講，這是一份給人抹黑的報告。نفسي أشوفه نفسي أشمه نفسي أحطه في حضني。規個喊出來，這個加薩的媽媽是戰火之下一片土地，逐天攏會當看到的悲劇，叫做 COI 的聯合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年9月，要發布一份調查報告，指出講以色列在加薩地區犯種族滅絕罪，在後壁煽動的都是伊國的總理納坦雅胡等政府的高層。今年英國再發布一份新的報告，這是以色列政府和安全部隊故意把巴勒斯坦的囡仔列作是攻擊的目標。The Commission found indisputable evidence with regards to the deliberate, targeted killing of Palestinian children, including since the October 2025 ceasefire, the use of torture, inhumane and degrading treatment, including use of 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Palestinian children. COI 指出講，伊國政府和安全部隊在加薩是構成種族滅絕、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在西方的地區嘛同款構成戰爭罪。因為2023年10月以來，以下戰爭爆發較大，巴勒斯坦已經至少有71000多人死亡。這份報告指出講，2023年10月初7到2025年的10月初7，無名的巴勒斯坦的囡仔的人數是有20179人這麼多，已經佔總死亡人數差不多3成。COI 主席穆拉里哈爾表示，以色列用個目標對準囡仔來削弱巴勒斯坦人民生存和決定自身未來的能力。As of 1st October 2025, there have been 151 children's deaths on account of malnutrition. We've also found that between October and December 2023, there have been at least more than 1,000 instances of children undergoing amputation of one or more limbs. تقرير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الذي أكد على ارتكاب الاحتلال جرائم إبادة ضد الأطفال الفلسطينيين في قطاع غزة أثناء الحرب على قطاع。大規模的攻擊是造成巴勒斯坦人一擺擱一擺無所在通大，加上封鎖造成因無物件食和欠醫療，嚴重損害囡仔的健康和發育，這造成本來當避免的死亡和創傷發生。不過會當注意的是，這份報告同款嘛指出講，哈馬斯嘛佇加薩一遍擱一遍對巴勒斯坦人犯嚴重的暴行。不過以色列駐日內瓦代表團指出講，因拒絕這個有誹謗性的假報告，而且喺聲明內面表示講，大家囡仔都應該受到保護。根據這份報告是無去看到哈馬斯占卜的戰術。公視新聞洪如梅編譯。